振昇議員4分鐘。好啊，多謝主席。咁我先申報啦，我哋所屬嘅機構咧都係僱員再培訓嘅培訓機構嚟嘅。咁我自己亦都做過再培訓局嘅委員啦，亦都同黃主席共事過。咁啊，其實主席都好熟悉再培訓嘅，頭先佢謙虛嘅啫。咁啊，第一個咧就我想了解下咧就嗱，因為再培訓咧，其實佢除咗有一個教育進修嘅功能之外咧，其實佢仲有一個即係我自己覺得咧係社會福利嘅功能嘅。即係過往咧，就係因為有一啲比較基層嘅工友失業，咁佢就要嚟讀書，跟住去揾一啲新嘅工作。咁加上香港咧，亦都冇一個正式嘅失業援助制度，佢失業之後咧又攞唔到綜援。咁嗰時咧就有幾千蚊津貼咧，係俾佢哋唔使手停口停啦。咁所以嗰時咧就即係社會都覺得係可以用呢啲公帑咧去做一啲類似社會福利嘅模式嚇，咁所以我想了解下，即係日後改革之外咧，即係呢個嘅定位咧，即係會唔會保留咧嚇？咁啊，另外第二個咧就係我亦都同意咧，即係之後咧係可以服務多啲即係有大學學歷嘅朋友嘅。咁但係嗰條界線係點樣定咧嚇？咁譬如話依家都有一啲可能中高收入嘅打工仔，學歷比較高。佢自己咧願意10萬8萬讀一個課程嚇，咁呢啲嘢係咪用公帑都係資助埋咧嚇？如果我哋做得太多嘅時候，咁一啲依家私人市場裏邊嘅，譬如大學裏邊嘅一啲持續進修嘅院校，喺嗰個私人市場又有冇影響咧嚇？定還是我哋係集中一啲即係依家香港經濟轉型嚇，集中一啲即係創科嘅行業啊、新興嘅產業啊？去到即係集中資源去做咧，即係我想睇下嗰個界線係點樣定。咁最後第三咧就係因為依家再培訓基金咧就有百幾億嘅，咁估計咧未來10幾20年咧都係相對穩定嚇，可以係提供到服務嘅。咁但係因為之前咧我哋財委會咧都通過咗，就政府就因為財赤就有6個嘅種子基金咧就回撥翻去嘅。咁政府咧就話會遲啲咧都會考慮其他嘅種子基金或者非種子嘅基金咧，會唔會都係回撥翻去俾政府？咁嗱，再培訓基金就有百幾億嘅，咁我又唔知政府財赤之後咧，即係會唔會諗下即係回撥翻去？即係咁呢個咧對再培訓嘅服務有冇影響咧？或者如果將來回撥咗去，即係每年去撥款俾再培訓局嘅時候，咁財赤嘅時候又會唔會真係比較手緊嘅時候咧，資源係好有限咧，會影響咗個再培訓服務咧？所以我想了解下嗰個再培訓局嗰個長遠嘅財務規劃嘅。多謝主席。好啊，睇下邊位主席，或者我請總監就住關於嗰個培訓津貼同埋未來嗰個資助嗰個模式嗰度，我請佢俾少少回應先嚇。好啊，唔該總監。好啊，係多謝林議員嘅提問啦。就其實咧，喺舊年我哋做檢討嘅時候咧，全局咧都確立咗咧，就係雖然我哋會邁步向前，會服務全港，但係咧我哋會不忘初心嘅，即係我哋仍然咧會記得咧，就係一啲比較前線基層嘅市民咧，係需要再培訓嗰個幫手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啲就業掛鈎課程咧，係仍然保留喺度。咁希望幫到一啲失業嘅人士咧，即係如果佢真係要面對唔知去邊度揾培訓或者轉咩工好嘅話咧，我哋仍然有津貼嘅就業掛鈎課程可以幫到佢哋。咁政府為咗表達政府嘅決心咧，亦都喺舊年2月咧就批准咗我哋咧係將呢個培訓津貼咧由5800蚊加到8000蚊添。所以正正咧係確立咗我哋保持咧繼續服務呢個基層嘅初心。咁至於話我哋擴大咗服務對象之後啦，咁多咗一啲比較高學歷嘅人士，嗰個公帑嘅運用嗰個界線點咧？咁其實咧，我哋嚟緊，因為失業率比較低啦，我哋嚟緊的確係會服務所有嘅在職人士，但係在職人士就唔係淨係啲較高學歷嘅，啲中端同埋前線咧，都仍然係我哋嘅其中嘅主要嘅目標群。不過我哋會咧希望咧就住不同嘅學歷嘅人士咧，不同嘅職位咧都有
不同嘅課程去幫到佢哋，目的就幫成個社會咧一齊咧喺唔同嘅階層咧都向住數碼轉型啊、未來技能去進發。咁所以啲 part time 嘅技能提升課程咧，我哋都係要收費嘅。都係咧，譬如話喺而家嚟講咧，佢收入14,000蚊以上咧，佢就要俾學費㗎啦咁。咁而我哋咧亦都咧係主要係希望提供一啲咧就係比較短期單元式嘅技能提升課程，同一啲大學嘅校外進修部，佢哋可能提供嘅一啲比較完整啲嘅，可能係幾個月、1年或者2年嘅一啲文憑課程，嗰啲係比較有啲唔同嘅，所以大家嘅重疊咧係比較少嘅。